阿姨，阿姨，她今天眼睛好大啊。因为阿嬷来了嘛，她要表现一下。我刚刚是阿妈来，打开睡觉。嗨嗨，我乖不乖？阿嬷好啦，乖乖啦。这样好了，好热，好啦，你看伊的眼睫毛足水的，足长的，咱拢无双眼皮带有呢。我是那个有霜啊，可是没有很明显。它很明显，很漂亮。阮大家迄个咱大家迄个啦，员工拢学了讲，咱的目睭足水的讲。嗨，奶奶在这里啦！嗨嗨。